小姐你好，我来办理出院手续，这是出院带药处方间。小姐你好，我来办理出院手续，这是出院带药处方签。小姐你好，我来办理出院手续，这是出院带药处方签。好的，请您稍等。好，请你等一下。好，请你等一下。您好，请您拿着健保卡和药单到隔壁药局领药。你好，请你拿人健保卡留药单呢，到隔壁药局领药个。你好，请你拿人健保卡留药单呢，到隔壁药局领药个。这是张俊宏先生的回诊单。这是张俊芬先生的回诊单。这是张俊芬先生的回诊单。预约回诊日期是6月14号早上的8诊，32号。预约回诊日期是6月14號，早上頭嘅8診32號。預約回診日期是6月14號，早上頭嘅8診32號。記得回診哦。記得到咗來本醫生看哦。記得到咗來本醫生看哦。謝謝。不客氣。什麼？唔是客氣。什麼？唔是客氣。你好，這是我先生的藥單，麻煩你。你好，這是我先生嘅藥單呢，麻煩你。你好，這是我先生嘅藥單呢，麻煩你。請問您先生叫什麼名字？請問我先生按到乜嘅名啊？請問我先生按到乜嘅名啊？我先生叫張俊宏。我先生按到張俊芬。我先生按到張俊芬。有張俊宏先生的健保卡嗎？有啊。有張俊芬先生嘅健保卡嗎？有啊。有張俊芬先生嘅健保卡嗎？有啊。謝謝，請稍等哦。是嗎？請等一下哦。是嗎？請等一下哦。這是1禮拜的藥份。這是1禮拜嘅藥啊。這是1禮拜嘅藥啊。這個止痛藥1天吃4次，3餐飯後和睡前。這招止痛藥1日24度，3餐食飽過後留睡目前。這招止痛藥1日24度，3餐食飽過後留睡目前。胃藥飯後服用1天吃3次。胃藥食飽盤時1日13度。胃藥食飽盤時1日13度。記得哦，雖然要吃藥，還是要注意。記得哦，雖然要吃藥個，還是要注意。記得哦，雖然要吃藥個，還是要注意。3分吃藥，7分調理啊。3分吃藥，7分調理哦。3分吃藥，7分調理哦。請問有什麼服藥注意事項嗎？請問吃藥個要注意乜嘅事情嗎？請問吃藥個要注意乜嘅事情嗎？注意飯後服用，約餐後半小時左右。要注意食飽長時，差唔多食飽半點鐘邊呢。要注意食飽長時，差唔多食飽半點鐘邊呢。了解，了解，了解。要麻煩您在病患出院準備服務表的用藥指導這一欄。要麻煩你喺病患出院準備服務表嘅用藥指導了位。要麻煩你喺病患出院準備服務表嘅用藥指導了位。受衛教者這一欄上面簽名。受衛教者了欄當背簽名。受衛教者了欄當背簽名。好了，謝謝你。好嘞，什麼你？好嘞，什麼你？再見。長得了。長得了。